妈妈要调教你一些床上功夫。哎呀，只有这样，皇上召你侍寝之后，才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哎呀，我查一查你的毒解没解嘛？来，让本大先给你测一测。不错，你的毒已经解了。皇上的呢？当然也解了。皇上龙颜大悦，说呀要重重的赏赐你呢。真的假的？龙小弟，我发财了！我发财了！龙小弟，我发财了！你知道吗？这次回去啊，我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带了好多东西，他们看到以后可开心了。我看到他们开心，我就特别开心。看着老大的笑脸，小弟的心里也是很开心啊。不过，这皇上毒解了，鳌拜会不会起疑心啊？他会不会想着别的法子再害皇上啊？你小声点吧，皇上哪有那么傻呀？当然是继续假装中毒，掩人耳目了。再说了，近日袁州知府突然失踪，鳌拜正在亲自查办此案，没空顾得上宫里的事情。袁州知府失踪了，那会不会被人暗杀了？很难说呀。近日明珠谷的乱党活动猖獗，这袁州知府失踪之事多半与乱党有关。鳌拜已经加大了对乱党的清剿力度。老大，小弟知道你一向喜欢行侠仗义，可最近这段日子你可得千万小心，别做什么违法乱纪之事。知道了，龙小弟。吃吧。吃饭。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清廷突然下旨给吴三桂，让他将当年我父王的所有遗物，无论大小，无论贵贱，全都上交给朝廷。可永历帝被吴三桂已经弑杀了这么多年，清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要吴三桂上交永历帝的遗物？应该是为了那1号金钥匙。当年我父皇手上的那把金钥匙，最后落在了吴三桂手里。吴贼虽然不知道金钥匙的作用，但见我父皇贴身收藏，想必不同寻常，所以就没有上交给朝廷。如今清廷不知从哪里打探到了铜匣的秘密，又不想惊动吴三桂，所以干脆让他把所有的遗物都上交给了朝廷。那吴三桂会把金钥匙交出来吗？这也不一定。如果吴贼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，那他未必肯交；如果他不知道的话，他应该不可能为了一把金钥匙而冒着抗旨欺君的风险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做？滇都的内线传来消息，吴三桂已经命令他的二儿子吴应奇押送父皇的遗物进了京城。叶师弟、樊师妹，你们2个人去跟踪吴应奇的车队，想办法打探清楚那批遗物当中到底有没有那把金钥匙。如果有的话，立刻想办法拿回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发。怎么了，叶师弟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留在京城，陪大师兄一起寻找铜匣。叶师弟，你留在京城，只怕不是为了帮我找铜匣，而是舍不得某个人吧？大师兄，你误会了。叶师弟，大师傅说过，出谷之后一切行动要听从大师兄的指挥。再说从吴应奇手中拿回金钥匙的任务也很重要，怕是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，同樊师姐一起出发。
小师妹呢？怎么不见她呀？她去见龙三了。我让她去打探孙福失踪以后，蜻蜓的动静。龙小弟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怎么，大哥，你是信不过小弟吗？怕小弟把皇上给你的赏赐动手脚？不是，我只是太兴奋了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元宝，这太幸福了。好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分你一半。那可不行，是你解了鳌拜给皇上下的毒。我要是动了这些赏赐的话，说不定皇上会摘了我的脑袋。这件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皇帝小儿不会知道的。拿着吧。谢谢大哥了，小弟真的不需要。真的不需要？我看起来很像缺钱的样子吗？啊，大哥自己留着用吧。我给你了啊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别怪我。好，我不怪你。我知道我这个大哥呀，最讲义气了。有眼光。哎，大哥，不过你要的那几副药材，我已经找人在配了。有几味呢，确实宫里也没有。宫里都没有啊？不瞒大哥说啊，这宫里边啊，也不像你们想的那样，什么都有。就拿药材来说吧，珍稀的药材、不常用的药材，这也不是随时都有的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给你办妥了。还是龙小弟讲义气。站住！又要去哪儿啊？我存粮没了，打算出去买点好吃的。就知道吃。你知不知道，孙福失踪以后，蜻蜓上下有多震动？现在外面风声有多急？知道啊，不过孙福跟他的贴身侍卫早就死翘翘了，怕什么？你呀，本事不大，胆儿倒挺肥的。现在蜻蜓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对反清势力的清洗，不要说是袁州，就连京城，也比平时多了很多的暗探。知道了，猪哥哥，我就出去买点吃的，马上就回来。你的保证我可信不过。你还记得袁州春风院的老鸨吗？当然记得了。那日我跟叶哥哥把他的春风院洗劫一空的时候，那个老鸨呼天抢地、撒泼打滚的样子太有意思了。抢劫妓院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每次行动都是这样，不知道轻重。当时情况那么危急，少跟我嬉皮笑脸的。听说那个老鸨进京找鳌拜告状来了，你要是碰上了，你以为啊，就凭你这个不入流的易容术啊，能逃得过他那双老眼吗？猪哥哥，京城那么大，怎么就被我碰上了？那也太巧了吧！万一碰上了怎么办？万一碰上了，那我就脚底抹油溜呗。反正，在咱们几个当中，我的轻功是最高明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来追我呀！回来！香，烤鸭来了。放那放那。爷，您慢用。就等你了。走一个。客官且慢，客官且慢。对不起，这盘烤鸭呀上错了。哎，给我放这儿。没上错啊，我也点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隔壁那雅间的客人也点了烤鸭，只不过不凑巧，本店今天就剩这么一只了。那这也是我的，我先点的，所以烤鸭就是我的呀。客官您看这样，今天您的菜钱我给您老打个8折，另外再送您老2个好菜。呸！谁让你打折？小爷有的是钱，看到了吗？真金的，拿去拿去。客官，隔壁的客人来头不小，小人实在是得罪不起，还请您老多多包涵。你才老呢，你才老呢！呸呸呸呸呸！这
这还天下第一酒楼呢，怎么吃个饭都这么势利啊？我不管啊，反正这鸭子就是我的。得罪，这鸭子我先端走了。给我！松手！是谁抢了被中堂大人点的鸭子啊？拿走吧，我好像没那么喜欢吃鸭子，拿走吧。这只鸭子都被你吃过了，我们还能要吗？天哪，我今天出门为什么不看一下黄历呀？是你？不是我，小丫头，上次在我春风院，你就已经被我识破一回了。老娘我阅人无数，就你这点小把戏，能瞒得过老娘的眼睛吗？想吃顿饭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给我抓住他！走。楚哥哥，谁让你出门的时候诅咒我？现在我该怎么办啊？原来是个小丫头，刘妈妈。是。和穆太大人一起离开春风院的那个姑娘，就是她。回中堂大人就是她。你别老这么盯着我看呀，盯得我心里直发毛。啊，冷静冷静，现在一定要冷静。大胆妖女，你把知府大人弄到哪儿去了？还不快从实招来！若有半句假话，我……妈妈救命！妈妈救命！哎呀，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知府大人的下落，我可以向中堂大人求情，饶你不死啊！快说，真的？快说快说！行吧，那我说。那日知府大人呢，说要带小女子去一个好去处，当时小女子开心极了，还以为从此攀上了高枝，可以无忧无虑了。可谁知道知府大人却把小女子带到了一个特别偏的地方。当时我就想啊，这也许知府大人的正事太厉害了，想要收小女子做外宅。可是这马车跑到一个小树林，知府大人自己下去了，让小女子在车上等他。这小女子啊，就偷偷掀开车帘子，就看到知府大人跟一帮黑衣蒙面侠说些什么。黑衣蒙面侠？那他们都说些什么？他们说了什么谷啊，什么王啊，什么蒙，什么他们是不是在说明珠谷、晋王？对，他们说的就是这些。这明珠谷本是反抗朝廷的一个秘密基地，这晋王应该指的就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所封的那个李定国。后来这个永历帝被吴三桂给绞杀了，他就诈死逃亡，
纠集了一帮乱党，一心妄想着反抗朝廷。难道知府大人的失踪与那群乱党有关系？他们还说了些什么？他们好像还说了什么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，没有后退之路了，暴露就是死之类的话。难道知府大人？我早就怀疑，这些个归顺我大清的降将之中，难免有心怀二心之辈。这个穆泰，原名叫孙福，本是李定国的二儿子李嗣兴的心腹手下。这件事情必定是李定国指使的，他假意归顺我大清，现在却勾结了一帮前明的余孽。丫头，他们还说了些什么？你给我仔细的想想。他们都是一些零碎的只言片语，我也没听清楚。但是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名字，他们每当说到这个人啊，声音高涨，义愤填膺，还破口大骂呢。他们在骂谁？他们好像在说什么敖王八、敖乌龟，还敢称自己是第一勇士，早晚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小丫头，你别害怕，你给我往下说。后来呢？这后来啊，小女子就听明白了，好像是知府大人想带小女子去那个什么明珠谷，刚才说的明珠谷，但是那几个黑衣人呢，偏是不让，他们让知府大人把小女子给杀了。当时我怕极了，这个时候，知府大人旁边的卫队长直接把刀就给拔了出来。驾！你来驾马车，我去对付他们。我不行，我不会驾马车。想死就快点，抓住缰绳！快！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小女子就拉着马缰绳，一直跑啊，就听到后面刀剑撞击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就跟着马车一直跑。这后来马儿累了，停下来了。小女子怕他们赶过来，把我杀了，我就跑了。这个卫队长，是我安排在孙福身边的一个密探，多半是他发现了孙福和乱党勾结，所以这个孙福才会杀人灭口。小丫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去报官呢？啊！我害怕呀，一个是知府大人，另外几个是歹徒，我怕我去报官以后，反而会送了小女子的命。那我问你，你后来怎么又跑到京城来了呢？因为小女子不敢留在元州了，小女子怕他们追杀我呀，我就想说，要不要回京城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哥哥呢？但是京城这么大，我找不着啊，就只好干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儿，过日子了。中堂大人，您说这丫头说的这番话可信吗？此事涉及到诸多复杂的背景和隐秘之事，绝非一个普通的小女贼所能够知晓。可是她又说的这番流畅，不像是临时编出来的谎言。大人，小女子再也不敢了，小女子再也不敢偷了，死也不敢偷了。大人，妈妈，帮我劝劝大人，别杀了小女子啊！这是小女子以前偷的，全当孝敬您的。帮我跟大人求求情，千万别杀了小女子啊！中堂大人，您看这丫头
该如何处置？且先不要声张，这样，先把这个小丫头带回府上再说吧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主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刚才奴才到慈航药铺去传话，药铺的掌柜跟我说李少侠他失踪了。易欢失踪了啊！药铺的掌柜说，李少侠的哥哥现在急得团团转，正在安排人四处寻找呢。来吧。不是吧？你只给我拿2个白馒头。哟，那你想吃什么呀？哦，您不会以为您还在天下第1楼上冲大爷呢吧？妈妈，我刚才在9楼对您多有不敬，但是您别忘了，我还孝敬了您2锭金元宝呢。所以呀，我才来给你送2个馒头啊。妈妈我呀，也是有原则、讲情义的。2个馒头换2个金元宝，这馒头也是我见过最贵的了。不过有馒头总比没有强，起码不会被饿死。吃。这些馒头里再加几片烤鸭，哇，那烤鸭的肥油在嘴里流淌着。哟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只想着吃呢？哎，你就不怕这是你最后一顿晚餐？怕怎么办啊？怕也得吃啊，总不能这样等死吧？妈妈，其实这京城啊有不少小肥羊，都被我宰过。我在住处啊还藏了些钱，要不然咱俩平分？不行。64，我4你6行了吧？不行，你就是全给我，我也不敢放了你啊！哎呀，这钱再多，没命花了，也没意思了，不是？妈妈，哎呀，求求您了，您说杀了我容易，但是你们把我留着有用啊！京城肥羊那么多，我出去帮你们抓肥羊啊，回头那钱全都给你，你看行不行啊？放了我啊！哎呀，你这小丫头啊，果然是有点意思。妈妈我呀，训练了那么多女孩子，她们也全是中堂大人千挑万选出来的，可是她们呀，没有一个有你的美貌，也没有一个像你这么机灵。所以妈妈，你这意思是可以放了我了？哎呦，我哪敢放了你呀？哎，不过妈妈我呀，也是有原则、讲情义的，也不能白收了你的金元宝，不是？我今天呀，就是来给你指条生路的。妈妈，请说。易姑娘那一番谎话，说的是声情并茂，丝毫没有破绽，居然连老奸巨猾的鳌拜都被她骗过去了。这鬼丫头仗着自己有点小聪明，就胆大包天。她虽然骗过了鳌拜，可是也被鳌拜带进了鳌府。鳌拜究竟会怎么处置她，还很难说。我们呀，在鳌拜府中也发展了内线，不过鳌拜不信任我们，我们的人只能在外围当差。不过我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打探消息。鳌拜性情暴虐，易欢在他手里非常危险，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救他出来。少主，龙三少爷那边差人来问，可救出易欢少侠了，是不是需要什么协助之处？你去告诉他们，还没有找到易欢，不过我们会自行解决，就不麻烦他们了。多谢他们的好意。是。妈妈，你选对人了。看我，大杏仁眼，大双眼皮儿，大美女，而且关键是我肤白发黑，大长腿，娇俏可爱，大美人儿。你选我真是选对了，我是万里挑一的美人儿啊！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怎么，你不答应？这中堂大人可不缺钱，他缺的只有美女。
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那能不能先给我上一盘烤鸭，再来一壶桂花酿啊？我得吃饱肚子才有思考的余地嘛。唉。小虎，通知敖府的内应，告诉他，我会在府外100丈之内的地方等他的消息。一旦鳌拜要杀易欢，让他立刻发出信号。少盟主的意思是，万一鳌拜要杀易姑娘，您就亲自冲进去救她。敖府戒备森严，少盟主的身份非比寻常，千万不可冲动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自不会冒险。不过如果鳌拜真的要杀易欢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少盟主对易姑娘情深意重，只可惜她还懵懵懂懂，不知珍惜，反倒给您惹麻烦。易欢不是有意的，我不怪他。你快打探消息吧，我也要召集人手，做好随时闯府救人的准备。属下遵命。看来易欢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他的哥哥不肯告诉我们实话。是啊，主子。不过这事我看您就别太着急了，他们江湖人士出了事情，总有自己的方法来处理。再说了，现在咱们也不方便出手啊。这样，你派一些人在慈航药铺外守着，一有消息马上通报。主子，您看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您还是先回府吧，不然的话，这老太太要是知道了，可又得怪罪奴才了呀。走吧。好，请。哎呀，您这整只烤鸭都吃完了，还没考虑好呢。好了好了，带我去梳洗打扮，我要去见中堂大人。就知道你是个机灵的丫头。刘妈妈，你真觉得易欢这个丫头，她合适吗？大人，这宫中虽然美女如云，可大多怯懦胆小。像易欢这么娇俏活泼、聪慧机灵的女孩子不多。如今呀，皇上正当青春年少，应该呀很容易就被这种女孩子吸引的。这个丫头啊，生性胆大，喜欢疯，我真怕她入了宫以后啊，咱们不好掌控。易欢这丫头啊，是有很多弱点，贪财贪吃，又贪荣华富贵，怕苦怕疼还怕死，所以呀，很容易就被掌控。况且呀，咱们还可以给她服用大补丸呢，到时候不怕她不听咱的话。咱们先后也送了不少的女子进宫，可是只有一个被皇上宠幸，只可惜又被新来的厉贵人抢去了风头。眼下咱们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，这一次只能再赌一回了。不过老身这眼下唯一担心的是，这丫头她会武功，只怕进宫之后会不会引起怀疑啊？这倒无妨。咱们满族的姑娘从小跟着父兄在马背上长大，会骑马射箭，这是寻常之事。这样，老夫为她伪造一个武将之女的身份，这样一来，她会一些简单的武功，不就说得过去了吗？对。老爷，易姑娘已经梳洗完毕，正在厅外等候。让她进来。是。
小女子拜见中堂大人。好，好，好。谢谢中堂大人不杀之恩。易欢，你是否真心愿意为老夫所用啊？小女子誓死效忠大人。这什么呀？香香的。这是大补丸，吃了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如玉，永葆青春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大补丸确有补气益血、健身养颜之功效，只不过一旦吃下去，就必须每个月都要吃一颗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会肠穿肚烂，让你死得苦不堪言。怎么样？如果你愿意为老夫所用，就服下这颗大补丸。只要你能够乖乖的听老夫的话，老夫每个月都会给你一颗的。那大人，如果我不吃这颗大补丸，您是不是就要杀了我啊？哼！你先是对元州知府勾结乱党一事知情不报，后来又在这天子脚下偷盗行窃，这哪一条都该杀头。哼，什么大补丸？不就是慢性毒药断肠散吗？本姑娘10岁的时候就会配，也会解了。我现在这副害怕为难的样子，不过就是为了麻痹你这个大坏蛋。哎呀，我说丫头啊，你可是聪明人，吃下这颗大补丸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你要是不吃啊，你这个小脑袋马上就搬家了。甜甜的，跟糖似的。还有吗？你真拿它当糖丸了，当饭吃呢？您看你，我不吃的时候吧，喊打喊杀的。我说再吃几颗，你又舍不得。你说这丫头多有趣啊！刘妈妈，离这批秀女进宫的日子只剩下7日了，你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调教她，切不可让她露了马脚。是大人。什么？鳌拜不仅没有杀易欢，还给他安排了一处别院，派了2个丫鬟来伺候他。易姑娘也不知道想出了什么办法，事情的进展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至少易姑娘暂时安全了。少盟主，还请您先撤，我们的内线会想尽办法跟易姑娘接上头的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禀报少盟主。好，多加小心。中堂大人，玉欢这丫头果然是极聪明，学什么一点就通。可她就是不肯用心学呀。我也都测试过了，不管这琴棋书画还是女工歌舞，这都是略会一点，却样样都稀松。大人，这离进宫的日子只剩下不到5日了，这老身再怎么细心调教，也都来不及了。妈妈，大人，这也不能怪小女子啊。小女子12岁那年，父母便双亡，唯一的哥哥还跟小女子走散了。我啊，只能靠着尼姑庵的师傅们接济，才能勉强填饱肚子。这哪有什么机会去学什么琴棋书画、歌舞女工啊？可这女子应会的技艺，你样样稀松，这怎么才能够引起皇上的注意，讨得皇上的欢心呢？如果说女子必须才艺出众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那之前妈妈培养的美女们个个才艺出众，可不也是没成功吗？如何讨得男人们的欢心？刘妈妈她最有经验，她培养出来的美女，个个都能让男人们神魂颠倒。只可惜皇上他年少，情窦未开，再加上这后宫美女众多，没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所以他们才未能大展身手嘛。哎，这您就说对了。要想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光靠才能和技艺非常好是不行的，是要动脑子想办法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妈妈？好，那你告诉老夫，
如何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呢？这个嘛，我现在也说不好，这得进宫以后啊，随机应变。大人，若说这随机应变，易欢这丫头可是比别的姑娘强了千百倍。大人放心吧，为了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，也为了我自己能在宫中谋个好前程，我一定会努力引起皇上对我的注意。也罢，这圣心呀最难测，如何邀得圣宠，这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只可惜老夫没有女儿，若是老夫有一个像你这般机灵的女儿，那就好了。依父在上，干女儿给您磕头了。老夫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就认起干亲来了呢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你可真会顺着杆往上爬呀！好，老夫就认了你这个干女儿。快起来吧。谢谢义父。对了，义父有件事情必须要提醒你，我们这门干亲只能私下里认，等你进了宫以后，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若是皇上知道了你是老夫安排的人，那对你对老夫都不会是好事情。义父您放心吧，女儿我呀不会乱说话的。你真是长了个七窍玲珑心呐！好，既然你认老夫做了义父，那作为义父就得有所表示。义父送你一件礼物。这件金蚕丝背心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物，轻薄柔软，却刀枪不入，水火不进。当年敖大人出生入死，立下无数战功，先帝才将这件背心赏给了敖大人。唉，如今他却把这件背心赏给了你，可见你呀，对他真的是很重要。你们要我去皇帝身边做卧底，当然得先笼络我了。但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你们肯定会杀了我灭口。到时候就算我穿着金蚕背心，也不可能逃过你们的毒手。妈妈，我能拜到中堂大人门下做干女儿，那多亏了妈妈的帮忙。您放心吧，以后如果我大富大贵了，肯定不会亏待妈妈您的。就你的小嘴会说话。妈妈，我看看金蚕背心呗。你看看，金蚕背心有那么厉害吗？哇，真的都没破哎！妈妈，你快帮我收好，快！朱哥哥说过，京城第一酒楼和鳌拜府中都有咱们明珠谷的内线，那他应该已经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，肯定会让府里的内线来和我接头。这老东西一直守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的，真是讨厌。这都是吃的？是的。易姑娘，这些菜是特地从京城第一酒楼给你订的，尤其是这盘酱鸭头，是酒楼新来的厨子朱师傅为您准备的。朱师傅说了，姑娘品尝过后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，朱师傅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记得再给我拿一壶桂花酿过来。是。妈妈，您看啊，这么多美食，其实我应该跟您老一起分享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吧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贪吃。再加上上次您在酒楼里跟我抢一只鸭子，那事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啊。所以，您要是跟我在一桌吃饭的话，我这内心肯定会特别害怕。
要不然您就先……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吃的，我自己回房间吃啊。不过，待会儿吃过晚饭之后啊，我要陪你一起同床共眠。这同床共眠就算了吧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跟人同床共眠过，而且这同床共眠，我看着您这张老漂亮的脸，我睡不着啊。今晚不行，我必须要陪你一起睡，因为今天晚上妈妈要调教你一些床上功夫。哎呀，只有这样，皇上召你侍寝之后，才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你现在害羞啊，等将来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圣宠，你还要感激妈妈的调教之恩呢。行，我谢谢你妈妈。你别说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走吧，你说的我都羞死了。快回去吃饭吧。